我来念花落，互恁听哩。大家好，我是高贤志。咱有土是有财第2集控油韩国系列演唱会，在8月29号星期三晚上8点钟，在华山的 Legacy。我们演出的阵容有王俊杰、有黄静雅、有达康闹、有我、有许慧莹、有刘荣昌，特别来宾陈明章老师跟黄山亮。这是有土是有财的演唱会，我将会用我手上的这把乐器，然后来弹唱这个9份创作的2首歌曲。然后一定会给大家一种很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尤其是用乐琴跟这些现代乐器的合奏。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演唱会，我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我的好朋友达康闹，他呢因为长时间都在都兰，那所以说这样少机会有看到他。然后我知道他最近有这些作品，然后我可以看到他在他的这个演唱会当中。他唱他的《漂流木》这个《漂流木》我觉得非常机车，然后有几句话的唱法非常机车，我想看他现场的演唱。漂流木，哦，亲爱的漂流木，大家看到这样对不对？购票请上年代售票系统，谢谢。